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台南市安南区一间阿库里的加工厂昨暝着火，消防局派29台车、59个人去抢救。因为工厂内底囤真侪高着火的物件，所以火咧炭的速度是真紧。一楼厂房是规个烧甲放起，加在无人调伫内底。不过，这塑胶工厂着火，恐惊影响台南甲高雄的空气品质。 暗时田中一栋厂房着火，火正猛，烟正高。台南市安南区公航路一段一间亚克力工厂15暗传出火警，台南消防局接到报案，出动18个分队、29台车、58个人来拍火。麻烦你看到车子，帮我们协助参战者员或者是受灾。 消防人员到现场时阵，发现工厂已经规间拢着火，火势正烈，又个团工欠水，而且温度正悬，铁皮厝的厝顶拢烧甲规个放乱，就要出动怪手来到三港救灾。消防人员伫咧边啊喷水降温。尽力在防护制造熔点，以免影响燃烧到熔点，影响到其他的厂房。燃烧的是因为是塑胶工厂，会空气中的悬浮粒子或毒气比较多，那下风处的居民要受。 好佳在这是高档的工厂，四周边拢是田，而且着火时阵已经是下班时间，厂房内无人。验过大火所产生的烟雾微粒或者是有毒的气体，住伫咧phòng尾的民众也是要注意空气品质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